位粉紅衫和帽嗰隻外邊啊，快活英雄啊，內欄橙衫爭金奪冠馬林中間呢，紅衫和帽攞出去外邊啊追風啊，後邊4匹馬起旺區奔妙星啊，尾至藍眼就寶城之星包咗落尾啊，康昌之星啊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聶寶勤呢支離咗大約半個身位嘅，見到中間華美之威就追緊啊，內欄奮鬥輝煌上緊，外邊冚有奔妙星，中間啊快活英雄外邊仲有隻追風啊，最後100零米外邊逢馬過馬奔妙星呢就穩勝呢場賽事㗎啦，第2名啊嘛埋邊捐上嚟㗎嘛，有康昌之星啊，第3華美之威，第4係快活英雄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奔妙星縮咗喺後邊，轉彎就掟大外檔追，咁啊呢場馬又有得追喎，咁啊照計應該嗰個短速係比較快啲啊。內欄穿上嚟跑第2係康昌之星，第3名華美之威，第4名係快活英雄啊。結果彎位都幾蝕嘅呢匹奔妙星啊！季賽贏完，季尾再下1城啊！跑第2名入邊少少逼劫嘅康昌之星、華美之威第3、第4名呢係9號快活英雄。一對6甲馬包辦連贏位啊！奔妙星喺外邊冚，搏入邊就康昌之星。